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争取党内立委提名失利的议员蔡宏全，上午总咨询的议题明显较跨区域来思考，其中就建议大力来投资深化，发展山区的观光产业甲农业休闲。另外，针对65岁以上老大人的健保费，要要求市府全部免费补助，你是比较大中有条件补贴，互外界感受咱真正是幸福社区。为了替新化观光产业甲农业休闲等实力来请命，议员创全上午用于伫参选立委期间，对超山越世界为起点所翕的影片，来凸显新化美丽家园，就是爱市府大力投资来发展无烟筒的产业。这几个所在过去，大家拢认为这个爹娘不爱无就是和高雄交界，嘛唔知属于高雄的，属于台南的，也是穷乡僻壤，因为遐无好讨谈。所以讲，大家拢外出，所以囝孙仔拢伫外口，拢无法度对内底发展。但是今仔日，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把它发展成这个无烟囱的一个产业，好，包括观光，包括农业休闲各方面。我觉得现在我们台南的要件具足了，而且有市长，这个我伫这个选举过程，我们很多公共政策，我可以看得到黄市长对这方面的一个深度的思考。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伫遮嘛要拜托市长，将来会当把这附近我们以都会区为中心的周围全部串联起来，我们可以发展成更好的观光跟这个农业休闲的产业。另外，进前市长选举期间有主张60岁以上老人免健保费的政见，虽然议员创全表示支持，不过可能市府的财政。上午总咨询则具体建议市长参考台中以所得税5%的人口有条件补助，监管认为补贴真的是降低社会成本的必要。对此，市长思考的角度则是相对的剥夺感。循序效应是说一个人或一个方面变一个阶级变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阶级。但是其他阶级因为所谓的相对剥夺感，说想要以武报博，如果说以您讲的65岁的这个老人，我们要向台中看，台中要向新北看，那我们的人会觉得，那至少有一个我们向台中年所得5%，这个所得税5%以下的这个线以下的人可以获得。那等到哪一天我们实施了以后，这样说，可是你要新北别的地方都有啊，他都不用，没有，他限制更宽松啊，我们往上调。所以我同意这一点啊，但是说我愿意站在一个百姓的思考、人民的角度来思考说我们将来需不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减轻老人的负担？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减轻老人负担，嘛，互外界没有政府无顾老人的负面观感，嘛可验新市府团队。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出身永康县村的议员李定国，第一届总咨询锁定利用公墓的迁移，要求市府加速进度，而且未来一定要规划停车空间，甲设立活动中心来应用。伊嘛认为利用公墓一旦迁移完成，黄市长一定会得到泛蓝的支持，后一届就会当坐咧选。对十六党的立场变成议员的李定国，第一届总咨询就针对永康将近30万人口，劳动力加工商发展已经是台南数一数二，创造了全市2/3的税收。不过，议员认为市府并无相对的回馈，所以上午锁定利用公墓的前线，要求市长任内加速推动市地中划道路开辟等进度，认为一旦前线完成，互人民有感，相信后一届一定坐咧选。希望在我们市长这任内，不管是在我们这个二王纳古塔，也就是我们的忠孝运动公园这边，假设你有一些很初步的具体的规划，或是一些作为，让人民有感。其实我可以在这边跟市长讲，其实你下一届的市长，你可能不用，我们不要说什么躺着选，其实你坐着选就好，因为你普遍已经获得很多泛蓝的选票。
在这边我也是对我们的市长在这方面我会有所期许。谢谢李议员您的指教。其实您还在担任里长的时候，我那时候当然是立委，你有提过眷村文化的保存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不会因为所谓的这个选票的颜色有做一些考量。尤其现在我过去担任立委的时候，那时候我的选区是在中间，在麻豆那边，您也来找过我，那是在第2选区。现在我担任市长，我应该做全民的市长，所以说您尽可放心。该做的这个市政，我们应该不分蓝色、不分区域来做。另外，李定国表示，利用公墓相关的范围有8里，大约5万居民，需要求市府尽速开发完成，和现有定案的公园、篮球场、甲利用等各类活动中心，以及大楼愈起愈侪所产生的停车严重不足问题，容易当一并来规划，和当地改头换面。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不得。不管是单纯的时间未符，或者是产权建物无符合规定，造成侪寺庙要登记合法是困难重重。议员吴通良就伫个总质询提案，要求市府积极辅导寺庙补办登记。地处市长表示，会先向中央请示，如果地方会当家己补办，一定会照案处理。根据民政局统计，咱台南合法的寺庙有1630间，不过无合法立案的有1128间才多。多数拢是因为土地建物无符合规定，比如无符合地目、无使用执照等等。所以议员吴通良上午伫总质询要求市府积极辅导，互无合法申请的寺庙会当补办登记。真侪寺庙就是因为无办这个寺庙登记的。不管是伊时间未符嘛好啦，也是甚至伊的种因素好，是毋是讲咱会当建请中央，叫继续互咱地方来办，还是咱市政府才会当该办？市长，这是毋是？这我唔知影啦吼。我甲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来先甲这个内政部先来甲请问一下，请示准若讲地方的权责会使补办，咱就要紧接来办，因为台南的庙是介济。这是对你对宗教，你嘛是你对宗教嘛，你嘛是硬我嘛有硬因为。对啊，所以你对宗教特别请我相信，我咧讲这，你应该行到对，人嘛会甲你反映，对不对？是。那如果我们能够将咱所有的庙事会当会好的话，那也不是一件坏事。那准是咱会当自主的，咱就要紧来开放。若准若是咱袂当自主，那甲中央争取讲是毋是搁开放一波？另外，关市合并以后，超过70万户的门牌将全面更新，嘛是10几档来首次全面换新门牌。不过，议员质疑准备换的门牌字体上细字无清无楚，所以要求市府改版加大，后面将伫找路时会当一清二楚。议员讲，这虽然是小事，不过却是影响民众权益的大事。市长回应，确实平平要改，嘛无影响成本，会照议员建议来做调整。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有媒体爆料指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北上的时阵，时常出入台南市政府所设置的台北办公室，而且阁有多位立委甲竞选团队出入，被质疑是公器私用。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要讲好清楚，同时也质疑台北办公室的功效，要求删除每年的预算。就是画面当中的报道指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台北的时阵，常常出入台南市政府所设立的台北办公室。除了有伊的竞选团队以外，也有侪位的立委出入，嘛互质疑是公器私用。虽然市长已经做出回应，但是议会国民党团也是特别召开记者会，批评赖清德的行为甲讲的拢无共款。议员也口说讲，如果是朋友见面就会使借用，安尼未来国民党嘛要来借。这个会老朋友没有关系。请教一下，3不5时拿台南市政府办公处作为会老朋友的地方，觉得这是人情事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国民党尔后我们国民党也要借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我们也要拿来会老朋友。我们要帮韩国瑜借用一下，帮朱立伦借用一下，帮郭台铭借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黄市长也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呢？我很需要一个安平区的办公处，
你可不可以市政府随时可以借我一个办公室，让我能够接见选民啊，或是一个什么选民的服务，能够把办公室借给我，不用正式的公文，只要我有需要，请就近基于就近方便，可以借给我嘛。会中议员也指台北办公室的成效，同时也要求相关单位明年莫阁编列预算，爱将台北办公室拆掉。那我们国民党应该要以正视听，除了讲明年要求恁这个台北办公室裁撤之外，大家来讲嘛，你全部开支大概300万嘛，咱市长去可以带迄个卡个饭店，车坐客车嘛比骑着水倒来，第四个是爱提供去年呐咱市长也是秘书长、代理市长，伫台北，伊公干的时间到底有几届啦？赖清德上午接受访问的时阵强调，台南市政府台北办公室并毋是伊的竞选办公室，只是朋友见面或者是加油打气的时阵会来借用。为了避免误会，以后嘛袂过来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歇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去年8月发生伫台北病院护理之家的火灾意外，检察官伫个侦查过后，认为护理人员伫个防火管理上有疏忽，依照业务过失来起诉，引起医疗界批评。新老病院上午举行记者会，表态支持护理师，认为护理师的专业应该是照顾病人，袂当将周边环境维护的责任拢放伫个护理师的身上。新老病院内底每一位护理师拢甲上天使救人、护理无罪标志来表达出因的主张。其实护理人员每一天的工作拢爱专心照顾病人，根本无时间注意四周边的电子用品。对台北病院护理之家电线走火问题怪罪到护理人员身上，互侪人拢感觉真无正确。新老病院院长也表态，伊认为护理师就要回归专业，专心来照顾病人。阮拢有真侪话要讲。第一，阮代表对检察官这个起诉，阮表示无认同。阮有若看护理师、护士工会、专业会徛伫同款的立场。阮嘛希望借着即届的事件，互阮病院会当更较安全。其实病院伫去年用规冬的时间，咱参加托斯马斯，就是希望会当促进咱病院工作环境，包括病人的环境的安全。其实，这个安全过去安尼咧做，这是靠足侪部门，护理部只是其中一个部门。阮嘛看阮的干部，看阮的安全卫生室做伙来努力，希望咱所有的用电安全，因为这是病院一个真特殊的环境啦。同时，借由这场记者会，新老病院嘛希望会当宣导民众唔通凊彩带厝内底的电子用品来到病院使用，特别是电热器这款电子用器。新老病院希望大家会当做伙配合，营造一个安全又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加冠典礼是中华医术科技大学1年1度的盛事，学生伫个接受加冠之后，得正式到病院实习，实际参与照顾病人的工作。今年护理系总共有332位学生进行宣誓加冠。中华医术大学护理系学生整齐进入会场，因为今仔日是因的大日子——加冠典礼。
透过嘉冠典礼，就会当将一名护理系学生正式转化成为一名护理师。老师嘛，伫咧嘉冠典礼的仪式过程，伫学生的边仔不断提醒，以后进入职场照顾病人的时阵，一定要保持专业，关心病人，爱亲像关心厝内底的人共款。那我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哦。我们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我们护理系这几年其实不管在学生、在老师各方面都有非常长足的进步哈。我们以高中申请入学来说好了，我们护理系连续3年高中申请入学的报到率是全国第一，因为100%，好，报到率100%，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哈。连台城清交其实都不容易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那同时我们的考照率，护理系的考照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30到40%，好，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背后的理由是来自于我们护理系的老师对于学生殷切切的关心和投入。好，那我们可以从全国护理系的老师，从去年我们有一位老师哈，我们黄老师黄汉章老师获得 Super 老师，今年我们又有老师入选全国的 Super 老师哦。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学校护理系对于老师对于学生照顾的投入。当时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护理系嘛进行传光仪式，伫咧南丁格的见证之下，系主任将向前温柔守护的烛光来点个光，并且由每一位老师一排一排传予每一位护理系学生，伫因的心中留下印记，爱严格遵守护理师的职业道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新任的董事长黄光南，为了推广艺术教育，最近积极拜会各大专院校，希望找到产学合作的机会。另外，伊也举办新册发表会，希望透过艺术开门这本新册，提升民众对美学的素养。配合上午会使看到南美馆来了侪艺术家甲民众，因拢是为了南美馆的新任董事长黄光南的新册发表会所来的。这本艺术开门是希望透过简单的文字，让后一代会使培养艺术的涵养，为因拍开艺术的大门。会长黄光南董事长嘛讲声笑表示，希望大家会使多多捐款来支持美术馆。台南美术馆现在我觉得是全省最有活力的美术馆，而且是很综合性的美术馆，而且是很安宁的美术馆。他所做的是从古典传统到现在当中，你看这个建筑就知道了，绝对不是只有插电艺术系，插电懂吗？现在很多的展览电一插掉就没有了，我们台湾现在缺电危险，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美学，所以感谢今天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事实上呢，已经好几本书都没有发表会过了，只是今天的这个刚好好像有点兴致一样才发表。各位呢，这个请多指教。尤其对台南美术馆，一定用各种方法。等一下呢，我们这边弄一个木坎箱，就直接丢在那里面就可以了。会将这届的新册发表会场地选伫美术馆，董事长表示，就是希望来参与的民众拢会使熟悉这座全新的建筑。未来美术馆也会继续举办相关艺术推广的教育活动，并提供多元的展览也接是表演。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般讲到水墨画，通常是用水甲墨来画山水人物等等。不过现在中生代水墨画家因为接受西方艺术的教育，所以也改变画水墨画方式。文化局为了让民众看到无同款的水墨作品，特别举办一场世代差异台湾中生代水墨画展览。这个风格非常无同的画作，甚至是装置艺术，其实拢是现在水墨画创作的一部分。过去的水墨画拢是用小简单表达创作的意境，但是现在的艺术创作者因为接触的艺术风格愈来愈多元，所以创作的内容嘛愈来愈丰富。文化局为了让民众会使欣赏到这无同风格的水墨作品，特别举办一场特展，邀请台湾15位的中生代艺术家展示因充满特色的水墨作品。
并邀请知名的水墨画家陈建发担任策展人。那这一次的一个作品展出啊，我们当初的一个规划，我个人的一个规划思考就是说希望能够很全面的把我们目前就是台湾水墨的一个发展样态能够更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选取这些创作展出者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整个扩及到战后台湾的水墨发展的一个培养从台师大的、台艺大的，还有台北艺术大学的、文化大学的甚至东海大学，还有甚至呢第二代的这些师长到各个师范学院体系任教所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我们都把他们纳进来。那相信这样会更有代表性，更能够去全面的去认识到，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第三代的这样的一个水墨在台湾表现上的样态。那水墨画在大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里面，大概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泼墨啦或者山水这样子的画风，但是在我们这一档的一个水墨画的一个主流变奏里面，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水墨画的一个创作。那么这是由15位我们中生代的水墨画家大家共同提出他们关怀环境，然后另外呢也把他们过去所学习的传统的水墨画技法以及西画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最新的一些数位化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水墨画的一个变奏这届的特展将要伫4号文化中心的文物陈列馆展出，同时也将要伫5号邀请艺术家分享因创作的过程。文化局强调，这届的展览会使讲是全国第一届的中生代艺术家的水墨画展。如果喜爱水墨创作的民众，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以50节分，短暂阵雨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